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玉梅老师又来带大家好好运动了。哎呀，什么人哈有热丝哈，人家热丝哈，是上天哈本人女人哈最美最珍贵的礼物啊。因为有热丝可以把不好的排出去，又可以孕育我们神圣的下一代。故说呢，当到跟妇女朋友啊哈，热丝了些啊，我肚子痛啊，排唔出来啊，也系冇做排毛孙啊，哈头痛啊，肚子胀啊，胸闷啊。故说呢，之前呢，个些热丝来之前的训练。好，今日热身呢，因为老师要带大家做，热丝喺来些呢，怎样嚟做？哈，怎样嚟做运动？第一呢，其实啊，一只动作哈，有很多束脚式，咩很多蝴蝶式啦。安尼哈腳哈，後背可以唔是錯過，哈，比方順行，哈，你腳呢張開是不用安尼。好，因為安尼法呢，都方淋巴內側淋巴，好會暢通，好，個血液循環呢會安尼循環，好，個氣呢就唔會講肚多呀不舒服，好，張開是呢，你就腳不用了呀，好，慢慢的向前，好。其實啊，熱絲來些哈，盡量做靜態的動作哈，靜態的休息，嗰樣啊深呼吸，好，唔好做劇烈的運動，尤其唔好去游泳啦，哈，去洗身體啦，哈，泡溫泉啊，嗰度都盡量避免，哈，會有細菌感染，不衛生。哈，故說呢，你講熱絲來些，你就坐定哈，不管你看電視啊，哈，也係講本自家靜心的時間。然後自己心靜下來，啊，然後自己哈跟自己相處，哈，一個月100，啊，做嘛上天的本人一個月100熱絲的時間，最後一老這個天下偉大的母親哈，辛苦的女人，好本人休息哈，本人和緩下來動作，好，故說你慢慢的，好，不用多呀，好，口業發安呢，好，第二休息，好，啊，慢慢的吸氣。好，有很多束腳式哈，沒很多蝴蝶式，懂到啦，沒很多鞋匠式，哈，特別哈，印度人哈，印度的個安尼鞋匠哈，做迄安尼，好，也係一個海，安尼，嗰個叫做安尼兩個海做個海，好，安尼時候呢，經過臨床實驗，印度所有的個做鞋匠的做海的哈，全部冇攝護腺的問題。好，冇子宮卵巢問題。嗰時候呢，你平常訓練嘢哈，你平常訓練注意啊，一個夾一個乜個毛巾咩好啦，一本書咩好啦，啊，瑜伽墊咩好，你只夾一本書對啊，好，按你腳兩隻腳出力，好，啊慢慢的吐氣下來，一兩隻書可以按你輕點，好，啊慢慢的吸氣，好。假使講很熱絲來些，就唔好做按強烈哈，你注意啊，好，不用開了，個天天呢，你腳一啲啲的。一滴滴的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進步啊，好，一個禮拜當一做，一禮拜進步，進步到你腳跟靠近鼠蹊，過數不用多了，吸氣，好，你多了，唔好吃到呀安尼，好，規個吃到血液循環增加哎哈，吃到啊瘦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都要香酥，好，都要香酥。啊，你假使講，你吃到懂孫呢哈，人家唔會肚子痛啊，你吃到有進步誒。好，看玉美老師的書哦，人家書長，好，不用一下吐氣，扭轉一下，好，有看到冇啊？肚子啊，用身體的重量壓迫，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，好，看到哈，一片鬆一下，好，轉一下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。慢慢的吸氣，瑜伽哈非常非常的美好美妙，懂得變化。好，你們可以向前，好吐氣，好慢慢的吸氣，轉來，朝轉來。好，假使呢你肚子痛，懂不舒服誒，好，玉美老師很有法寶哦，我教鄉親朋友呢，好，你一個抱枕啊哈。枕頭咩好？大家就一聽說我有枕頭嗎？你枕頭咩好？沒有抱枕，你就不用出來，好，然後佢肚到人肚時候，按你按定佢，
好，按登记倒咧啊，倒呀样啊，不用倒呀遐样啊，安尼休息。好，你看到底下头抬去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有压扎抱枕啊，当后用。好，用压扎抱枕呢，不用等了哈，你那按动下肚丝哦，按登记哈，就会帮助佢按摩，因为也是软呢，唔会硬的哈。老佢按呢按登记呢，你就可以老佢增加嘅循环的速度哈，你每次都唔会按呢肚丝。其實什麼人嘅熱絲來哈，留嘅公司人嘅強樣，故說熱絲來嘅動作哈，當日做哈，來現特別做當熟悉，等生產業啊，公司人嘅，你做乜地講啊，一樣嘅去留聽身體嘅聲音哈，留佢啊，做到講啊，老人肚子較舒服，哈，你可以不用到咧，身體哈，你看也腳安尼咩哈，你也不用一片。好，強強安尼，來一片的鏡頭，好，不用多呀。好，強強安尼，做一個變化，都要休息。好，慢慢的吸氣進來。好，一隻通常呢，也安尼嘅安尼動作哈，安尼束腳式，咩很多蝴蝶式。你假使講你平常練嘢，你冇來生理期嘢哈，假使講平常來嘢哈，生理期。來去唔可以做按激烈，你給平常些，你看哈，一鳴老師蠻很多蝴蝶呢哈，你豎安尼，胸挺起來，好，你是唱嘢蝴蝶飛呀飛呀飛呀，安尼動快樂，安尼呢動到牙髋關節熟悉哈，你就知道哎呀，你這酸耶。1、3、4，好，慢慢的一個，哈，蝴蝶飛起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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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慢慢開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最重要，我講哈，生發出壓力狀態哈，做瑜伽呢，那享受，我講哈，那生命搭上你的生命哈，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，都是很珍貴的，好，當。佢健健康康，然後當要福報啊，當要福氣。佢說樣啊，都不浪費生命，所以享受你所做的各樣事情。好，冇講運動為咗健康啊，安尼運動為咗健康啊，我行路為咗健康有目的咧，你只知道當辛苦，冇目的咧保養啊，當感恩啊，安尼。好，你就慢慢的去享受當下，享受每一個當下，享受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就是最大的福報，就是享受人生，就是沒有浪費生命。好，也係體質通常哦，數起來去記得啦哈，按呢哈，2隻手，好，扳起來，按呢數放起來。好，也係踢嘅束腳式，咩很多蝴蝶式，咩做的學匠式，也係印現代哈，印度嘅瑜伽傳到東方西方來嘅當做名詞啦，最原始嘅很多安尼學匠式，好，然後呢，聽一隻動作哈，一隻動作咪叫做很多側劈腿哈，腳打開來，這樣可是你可能總會做得安尼，做得一個 V 字，哈，唔怕，你當一練哈，慢慢的一啲啲的開。打開來，看人一條筋頭，好，也很多人家係腳嘅6條經絡哈，很多脾經、肝經、腎經，好，做得來開那個腎經啊、脾經，尤其脾咩哈，脾經對身體當重要。可是你可以，好像玉梅老師有加練，你就可以打開來，開到較快啲位，好，你看一條筋頭，來多啲來。好，一條筋頭，來到下來，好，做安尼個側劈腿的動作。其實哈，不管我這同嘅福氣來製作單位講，我講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都要做束腳式，都做下側劈腿，因為人的腳哈。雙腳萬能咩？那行到哪，你去旅行啦，去那撩啦哈，一天去行路嘛。佢說人哋側劈腿哈，喺內側的經絡的暢通跟循環，好排毒代謝，好。人家呢，你吃了些，沒看肚子不舒服咩？那你不對呢，你叫做排唔順咩？你打開來時候呢，你就可以好，參加安尼肚子按對呢，你就安尼按一下，安尼不用多咧。一方面練瑜伽。
好，一方面啊，去感觉你肚子的状况，好，你去感觉啊，肚子溜溜的痛，溜溜的酸，好，溜溜的软，你去感觉嘅，你就安尼，好，慢慢透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随着每一次吸气，带给你大地带给你地水火风的能量。随着你每一次吐气，把你的酸痛、把你的疲劳、把你的负面情绪，随着吐排出体外。你慢慢的心情就会较平静。古时候头班人讲，哎呀，看什么脾气好唔好，你就直讲啊，你咪根本你来热死诶。哦，那什么来脾气较唔好咩？不舒服咩？古时候人练修养，好。过来呢，人家还讲，大家都有枕头咩？也系玉梅老师上课用的抱枕，哈，大抱枕。其实大家都有枕头，你枕头昂到肚子哈，好，你用两只脚，好打开来，你就慢慢的吐气，同样等下休息。好，你看玉梅呼吸哦，玉梅老师带大家呼吸，吸气。肚子抬起来，胸腔、腹腔充满能量。好，吐气，让牙越是排得很较顺畅。好，慢慢的吸气放起来。都要迫的呢，做几次呼吸呢，对大家的帮助哈，非常非常的大。好，各位，你在做变化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你可以来过来。好，慢慢的控样得了，好，都要迫的呢。好，扑到了来，有没有空样可以来到呀？好，慢慢的吸气进来，好，go反过转来，你就当做也是枕头，晓嘛？你就当啊有一个辅具的话，好，最重要你是做的都要休息，都要放松。好，慢慢吸气，放起来。啊，你去动向数，要他镜头来开来去的哈，也个血液循环，就是他人的水管呢，唔会塞到咩？好。好，记得咯，嗰一下转嚟去安样咧哈，松松啊，那个好涩涩啊，嗦嗦啊，够松松啊，哈，慢慢，好，慢慢的调放起来，好，打开来去，竖起来去样哈，人脚，好，弯曲脚，同样，好，都呀，然后人骨盘，刚喺老骨盘打开来没有嘛哈，刚喺老骨盘打开来，也喺老骨盘收缩。舒转来，好，加下气感，那都是给气感会自然调整，加内分泌腺体，给自然好会调整，加个腺体回到它自己正确的位置。同学们有动作当简单，不过呢，做起来当享受，对身体的好处说不尽。好，今日也热师的动作做多呀，记得咯，无热师做很较好，有热师做会帮助你。排得动顺畅，安子说。